17年停驶嘅 Q3線，台鐵會復駛上年到台灣嘅團，苗栗縣政府也會派省長業的內地法通，還有用國寶級別 CK124 小氣貨車帶領民眾去看 Q3線有熱鬧嘅。不過之前有10屯內灣也兩條路線了前嘅經驗，台鐵人民會用 ROT 如係做相關設備本民間去營運，按呢嘅方式，希望 Q3線使得真見有商機。停駛11年嘅小氣貨車，過一擺出現到新型貨車頭。另一方面係見到老苗栗人喜歡時節嘅回憶。有 Q 線用復駛啊，乜要 Q 嘅照片啊，嗰要一嘅地方上啊，一棟多，一就要參與過，有 Q3線有老貨車、試貨車一定會老嘅司機。講以前的一個履歷，我個家嘅一個感想。除了回憶，等等老貨車頭私域來講，還有更多嘅商機。等等 Q3線嘅復駛，苗栗縣政府按算新型貨車頭嘅遊客，會對列下一年嘅70萬個提升雙倍。另外6月初5到8月底嘅 Q3線鐵道文化季，台鐵未規劃是上標次嘅 CK124 小氣貨車來行駛 Q3線。國家大概禮拜日、禮拜5就選下晝個開一標彩天機車。觀光嘅收入升到14.5億。不過台鐵政策為咗復駛70同內灣線，包括營運、維修還有人事成本，但係靠賣票，一年一條線所以2倍之億。是講 Q3線就會了錢，台鐵決定用 ROT 嘅方式，由台鐵提供相關技術同設施，民間出資營運，希望個創造 Q3線嘅方法。促進民間參與啊，出產案，民間機構嘅計劃啦，佢就提供。土地然後棧房。不過 ROT 了後，所以由代表嘅廠商負責上架嘅發包經營嘅事情，受到影響，生態界是採取經營其他人嘅店家。所有嘅行業嘅，做食嘅，也係講賣安尼電路嘅，也係講做迄個民宿嘅，佢全部會包起嚟做。一度民間嘅業者呢，我驚講會有安尼情況會發生啦，全部散嘅。我容易開發，你一開發就破壞，整件就破壞。跟古蹟環境還有環保，跟現在的商機做結合。我們將來以後得標的民間機構會跟他們做合作。另外 Q3線4位因為鐵無拉太，平時間嘅24秒49直接線來疏解交通，但是6年冬天嘅車多人又多，面對未來人同車做好會增加。都需要完整嘅配套規劃。多日嘅貨車站、上面貨車站，多日嘅目標破關水面嘅，有安尼4巴士嘅駛入來，人車停到攞杯之後，係4巴士轉入來了，來做坐貨車也好，來到料也好，有接駁車，也全部會批套落去安尼。因為我哋提供一貨車佢做嘅載數量，佢一專車頭4-5隻車廂，咩專門叫做白沙，個人台灣人嘅習慣咧，較希望自家試車嘅交通走下。你係咪講古天停到一笪地方，坐火車去到了你等人見咩知道講冇樣嘅當方便樣嘅啦對苗栗縣政府直接表態講話經營 Q3線，台鐵講 BOT 亦係 ROT 嘅精神，社交本民間單位營運，縣府接受無克服招標嘅精神。呢條 Q3線本台鐵前途傳承嘅希望，縣政府未想利用安尼機會帶動縣內嘅觀光，當地嘅商家未想來爭未來有12億嘅產出。無強款利益，無強款考慮，每本 Q3線再個通車充滿更多嘅條件。客家新聞中二諾彭正祿廖啟正綜合報道。